台东因为土地较宽，偏向欠医疗资源，心脏病死亡率是比全台湾的平均搁较悬。健保署就补助伫增开卫生所装心脏的监测机器，甲病人的资料传去病院，若发现各样，就紧甲送去治疗。健保署长实状两到台东县金峰乡卫生所，实际体验这套心脏监测仪器。30秒就当测试心脏敢有问题。这是健保署补助台东县进行的偏向心脏疾病科学联防计划，因为偏向较无心脏专科医生，由官府结合台东马街病院，将心脏监测机器装伫咧卫生所，再将病人的资料传到病院，由医疗团队检验是毋是有异常的个案，结果送到病院接受治疗。伫目前金峰乡甲立岛乡已经试办1年，自1300多人内面，体检出151个人有异常，其中14人心房有问题，接受治疗了，救着病人的性命。3个月复诊都在吃药，借由一些我们3C 的设备，能够把他们处理好，那把病人转到医院去治疗的话，其实可以减少病人在后续的很多的。我们所谓的并发症会跑出来。那诊断心脏有异常的病人，手顶头会带一个24点真久的监测手表，然后总共就随去看医生。不太可能有那么多的专科医师随着移动，但是透过这个新的科技的协助，没有办法做到。台东县心脏疾病科学联防计划由卫生所加病院建立心脏医疗防线，目前效果正好。今年会再加入卑南乡，不过也是会鼓励民众主动到卫生所体检。健保署讲，以后会继续支持这项计划，守护偏向民众的心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